台语的一声爱有三种情景。第一种，我爱你，喜爱嘛，无问题。第二，我爱有一间厝，这个爱想要爱啦。第三，无人爱去病院，是必须去啦，无爱也着爱啦，应该写做爱去病院。这个文音读欲，鼻音读袂，阁有另一个鼻音爱。第13集有介绍过，必须的意思，这个就读爱。阁来练习一下，我爱你，我爱你甲钱交出来，这我爱好好啊想看卖，袂使凊彩字。一声爱，三种情景，写无共的三字，有通无？阁来练习一下，我爱困，这种情形应该较少讲到。第二种情形，看课文的节目看甲爱困。第三，时间真晚，爱来去困，啊无明仔载爬袂起来。无人爱去病院，除非真特殊的状况。腹肚淡薄仔怪怪，爱去病院无？还在想，还未决定。病情严重，一定爱去病院一逝。爱有三种情景，你有清楚未？有这个概念，小练习一下，应该无问题啦。我爱有一间厝，才娶有某。你认为爱写倒一字才适当？回家功课。